你们是最棒的！一家加油！我会甲你保庇。有时，我会替你加油，会甲你保庇。保庇你变做上古锥的女士。大米羹、萝卜饭、笋丝、猪血汤、炒米粉、馄饨。哎，有啥？你小注意者，即马都几点啊？即马是准备海参的时间。哎，煞去，手洗洗咧，食饭了后咱就就步，真正是无理法。就心感觉今仔日免食饭。我今仔日想要较早开始。你啥意思？你搁讲一摆？你哪有可能无爱食饭啦？啊，莫斗我大啊！你莫搞我会惊哦！是安怎无爱食饭？你是倒位咧无爽快，跟我说去看新红爷？哎，陈律师，你甲我讲清楚哦！上无嘛是搞出来一段啊！各位信众，大家晚安搞早。 Good morning，阿曼鲁欣，你真可爱。是安尼啦，就先问恁哦，恁敢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世界有神，嘛有女神，是安怎女神特别去互人分出来咧？那安尼，恁心目中的女神是谁做啥款咧？古锥。 的人相，欲望挑剔，是这个世间对女神的基本要求。妈妈，你就是厝内无通管你也是无？谁拢准你去做戏的？好啊，金梅，你安尼想超过啊？甲迄个上康上胖的查某人相比，是谁较超过？你讲看卖啊！妈妈，陈律师，看到妈妈这个款，你太阁想要去做戏？拢这是，我是无甲你洗目睭呀！就算你心不在情，互伊去做戏，
我是无愿意的。正做女神，你是神，同时嘛是一个女人。必须爱顺转，爱精简，万无一失，但是阁幼嫩精细。啊，听讲哦，伊爱人是共性呢，乱伦。哎呦，实在是袂见笑。哼！下戏下戏，你爱互人看心。实在是有影互人明白。唉，侥幸，来走。我毋是有白较读册，这种天道伦理都毋捌。正做神，这世界嘛不是家己提醒，你是一个女人。伫婚宵之顶放下这件代志，爱承受的代价是心神所付出的千百万倍。不过，虽是安尼讲，我嘛是一直拢想要表演。信女听令，迷乱舞台，毋是女人的罪过，嘛绝对毋是你的罪过。是因为单律心，天生就爱徛伫万人之上。
正做女神的必要条件之一，慈悲足水。女神的必要条件之二，无所不能。上尾一点，嘛是上介重要的。不管拄着偌济困难质问，就算讲前路是荆棘满布，都袂当袂记的笑哦。妈妈，假使讲有机会，我真正就想要，互你看到即摆的我。哇！哦，开台啊！哎呦，阁袂歹呢。车也就讲。哦。伊呀。已经是新生的查某囡仔哦。